再来看台铁甲高铁的董事长换人做咯，这两个新的董事长今仔去立法院报告。台铁董事长陈光焕互问到讲，伊减薪要来救台铁哦，伊是表示讲伊无委屈。另外，互外界质疑讲无交通背景的高铁的董事长苏德，伊是讲哦未来高铁会交新车，民众敢会满意是伊的挑战，各界卖当来减薪。 这场高铁引起保护交通背景者评论。高铁当作苏特第一摆去立法院报告，朝野立委拢提出因的愿望。高铁董事长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啊，不能只是一个高级的实习生。你有没有交通专业？有人帮你缓夹？你有没有经营专业啊？现在考验正在开始。我们现任这位施董事长可能比较缺乏，过去可能看起来没有交通 相关的这个专业，其实考试的铃声早已响起，答案还不知道，但是考卷已经发下去。它其实是一个公开的 open book 的考试，它的验收期间、交卷时间其实就是在后年20年上路的时间。 即马高铁新买列车自2017年下半年会上线，苏特表示会推行高铁1.0上限，包含车站甲列车设施、旅客服务甲收费资讯等方向。新车上线之前会继续检视运营，7月开始也增班。另外，为高铁转代替当时的陈光焕也第一摆回应降薪救会。董事长会调到台铁会有委屈吗？没有委屈，还是很乐意的接受这个职务。当然很乐意啊，就是这样。他们一讲说答应说 OK， 一棒接一棒啊，这个一棒接一棒，我相信接棒的都会非常棒，就往前更做得更好。陈光焕表示，上任了后主要任务以旅客需求做导向，三大目标是安全准点加便捷。另外，增进员工福利，除了第一线员工津贴，中介主管加级、甲业界拢负明显落差，会继续检讨调整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